各位听众，在今天的广播书场节目里，继续播送由已故弹词名家徐云志和苏州市评弹团著名演员王英弹唱的长篇弹词《三笑》，请听第43回。我他是为照顾高部大方平浪本下的思想出来没出来啊，不了2个多的拉进来，拉到房平浪下来门娘3个鲤鱼了进这，你要开恩。那么老套想里等我不晓得要个咋子讲，所以刚才2个多的要跟我事情，请都要到里向来，我来门里商量再说。完了2栋保护出来嘛，就要破的呀，弟兄2个的呀，品质上当了出来了呀。啊啦！叶聪啊，干嘛打那也拿出去？哎，这一铺子也上铺的哟。我是可惜这里我俺也打落的呀。叶聪亲啊！不去2栋保护修出来，一个楼高了一个。实在黑当厅闭门待遇啊！往往是一口老娘瓜15好了啷，我来了旁边看见这个小子一个楼个娃看得不像，一个是猴子当着肚子气的嘞。老三娃，我来了看见这个2栋保护个中那个事情，哎，望空大师傅再像个椅子啊！3块机器过来，2两色要，高富科技里多呀。为是个安尼彼此头社会再同地了，睡过来。多呀种地，你只要有地，你只要有地，就多种地。这样子。来不厉害的嘞。他们阿的话，你们各不清爽的表气和个老的。喜欢去喝个老地方隆谁敢错呀？掉了我啦，你了上，到你子了弄的就是啊，要了我的你老上去掉老上哇，哎呦啊！你弄不出来有给，不然是吧？如果到来哦。对啊，你去见我妹妹几名，请来调的房听要想起妹妹有我的内窗呀窗。我商量了白说家调打倒所以一道进去。来了像你要西瓜在这个活动儿叫倒手，可是我打你弟兄害哇，跟他还老哥哥叫不离去。我来了一听啊，一个老高晓得好的思想嘛不让你多出来，反而搞得我到里下去商量的啥呢？哦，明白了，理想的活啊，我是得冲。房平浪下的思想你老高晓呼吸，我哪个活啊欧洲到你子用上的了。来高想我思想欧洲当你能用上的了，那么高先生报告我进去是我何也大进去嘛？你个上娘也看个女婿呀，各种女婿嘛立得出，你上看女婿呀，越看越有气呀！啊，进去了，16个力气来，我哎。谁我来是2个手头也贴起来个了，来上我手头们做过你儿子跟他背头了，你不上那用人西追过。哎，你个shit！哎，对，菜老分就你记住，两毛东吹的大手里啊，哪里不得也做啊？哪里你做下要做？呀，你做东儿做哎呀！啊，你2个高级不才不能做高级吧？
送不得啊！山了不可以。上把好像烧个肉食啊，都等我不得了了啊！各种闲话都对自家差日分享的呀，你家主送不你，自然不你说出来。当然推到都对个白玉的呀，来来是得一样样，但旁听那下，我打了高兴一什么思想当中谁让你改中一个人啊？那了，思想到外头来，想要得从我要改取向，我改取向。放平拉西个桩事体的内子呀，老太太是最呼吸个取向呀。我许见大约把平去。夫神们一并杀去，想你不记得那个去向不我，那么昨天那别个屋里上不我，看着他山下呀么城下个东。我这么大的城乡、湖乡、东乡上不我，我只得回家走。可是没办法，我下得还走起了。可是我非根本哪里山雨嘛担心些动。我们等了相府里走亲们我走子，大大手机上不我撇身动儿当心，就是高兴好了，这个动儿同个爱动儿啊呼吸呀，别给我做姿势啊，你想个机场把想这个样，我想嘛姿势红丝嘛拉龙鸡，落花绿水素黑呀，要么我打取向不是夫妻的缘分了呀，我与去高时两里飞身人实然是富有文有样个风上起身两一勾儿是闷混混，一勾儿是喜洋洋，人类一直没听，但十大旁听更是呀，当发后发进去，你得了我是等，要想要手，那么可以进来。我来了，进来我到底跟在背啊！李下来太太听见的老女人来嘛，押紧立起来，向上几步。
哎呀呀，老相公，妾身在此年纪老相公，人不该。妾身非服，老夫为礼。是个这么多都喝的，这夫妻在里边也上个长若雨里，里多受身份白人，一个是宰相，一位是王凤杰平的夫人，被也长若了雨里。夫人请坐。老相公请坐。那夫妻手边思想你那不踏踏旁边，这两个大女人立了两个半边是两张透明面孔是十不合适地上，内无内妙。夫人，老相公，你引两个大女到外边，令老夫到上天与我商了。哎呀呀，老相公，妾身欲一桩后头之令不明，又要请问老相公。后头事体不明白，也来问我，啥个后头事体？什么后头事情不明？让我们相处之中有一个规谋，冬儿3年不中，赏他一个丫鬟头颅花烛。而今话来了不在，我分是老相公你也开恩，明和风丫鬟并他继续一个，想妾身这后头的真不明白的呀，请问老相公，你为何呀不为相公之中的规谋？这个来白宫个错对子，啥个道理的你也开恩？有余力，本着负重，愚公规谋。是啊，冬儿3年不公，开恩上一公丫鬟，冬儿都有花烛。今日老夫开恩，愚公道理。今朝开恩有一个道理，这你啥个道理？这那道理嘛，相府里个规矩是那老女人自个行出来的，你自个去不挖这个规矩嘛，你也识得够，听听那个道理看。老相公，什么道理大爷听见？夫人呐，梦情人可不到是贼，两黑儿床下把对你今朝张老乡到书房里向去杀功课，两个儿子热浪用功勤读，的确，自从我二孙子叛读之后呀，我们两个儿子不理解的交关好，天津的对也会得对的，本来是一年到了不想，现在辰光肯用功勤读等啥？原来怎样？夫人呐，谁知那门报是吧？与宾客到有客人来着？哪一位宾客？来了那个我手很重两亿可是我晓得了，都是一份真民族之谁，
两位高奴了哟，那老男人不让讲起里头，说里头分财好得不得了。哦，特别带给到底来不知啥事体了。老相公，两位既有了日得此，必须于后事的。他们愿毗邻，去归西一场。上水去水涨，路过此地嘛，就回来帮忙那老男人，可是没懂规矩。原来你，哈哈，夫人呐，我是名我，一把乡民送啊，叫我送锁，可不对着了。我身子不多，用不着送锁子哇。那老男人干嘛的家里送锁的不懂的？哎呀呀，老相公，真是的，你们我爱送少啊？因为我爱胸中一用，品貌一好，所以我名我爱送少。哈哈，夫人呐，夫啊夫。西他胸中哇，原来是这样的，可是我晓得你老男人的脾气，你叫我送什么应人就不两位高女了要看看，你都三定哈，但是我相府里像一个动物了。到屋里向何文丹要发台位，细细的个三人啊，原来怎样呢？原来送去来问乡民一禀，他们要去了，老夫相送，这是应当的。他们不要老夫相送，为什么不要你相送要我爱童儿代送登去。哦哟哟，可是没晓得，我当场辰光一定才人写的交关哈，所以两位高女了要非你老男人送了一个童儿送，哦哟，这种事体不是简单的事体啊！老相公，我爱口人相送啊！我的名童儿代送登去。空问这雕琢之谁？哈，少天讲，刚才高先生气得了，周手根的翘起来了。老相公啊，你为什么要如此的动怒？嗨，不是好东西啊！真是他不是好东西。哎呦，美人计，红皮外往高手而去。哦，他是第一红儿他是了家中的许多美貌的丫鬟，替我往公手去到他府中，命他介绍一个当媒神亲。哦，我不知道气得这个样子，别个老男人，我主人不合适，你自个不好，少人跟你洗嘎嘎洗嘎嘎，叫我去送手，那么那个东儿送他个对吧？原来我爱怎样你？我爱这东儿急着哈。他遇到是啊
是明到而立，岂肯那么放任不义？与他住手！他为的是谁？他不与之谁往勾手而去。哦，哦呦，这个东儿也很。家里的手对起，包对不离走高处，你不肯去。啊，老相公，哇哎，这东儿高手为到府中辨明公，所以我说以后府衙为民，他结习为公，当为人亲。未必只会衙会都是伯父，一个都非人生日。去见老夫到房厅一行，夫人呐，我与夫人同上义，要他接受四君臣，君命东儿到房厅上思想之中，命他接受一个当为神亲，夫人意下是哦。这个我女婿，老奴人哪会得这个马马虎虎开恩？明合府个对娘里地中一个，原来呢当中有这样一桩事起来，可是不能怪你，应该这样做。倘若不这样做，可是我会等那给大家不定心，不养女少，我该是我两个儿子，我两个儿子喊起来的。倘若你追他子，我两个儿子也不能干输的。这就在我心里想有点我实不肯答应，不能这样一讲的，这答应啊，这还答应这。来相公，既如此嘛，其实那语不允之理哟。允许了。哎，是啊。终于一位大义大德的夫人。这里妈妈磨皮嘛一双别跑啊！而且我哎，谁于哪里？谁来为必？令他进来见我。我哎。离谁而来？是当包了我是听我来那个我听得没听上来，刚不里到楼高些听了，都帮我个忙了嘿，进去啊！谁拿武力杀小一小，达到理想。向一太夫人，两位公子身上小人去我哎跑了，我哎起来，什么不对？笨气！少年的可少个斗名的，也不是点好。当时搞时间用上呀的，自个操着分晓的呀。当日向一太夫人两位公子，立起来嘛，立了，我来了旁边啊，当眼眼睛看了别的，一过别别过看过心啊，心过脚背的。哎呦，那他背地忙忙的。看个东儿的确好，别光来奴你要呼吸里，内裤里还有规矩啊！不知别个东儿的房厅浪向来，哪是不得了的，实不清楚。可见这我思想是东茫茫西看看，会了得个啦！你看这个东儿还有规矩啊！立了浪动意不动，实对太人呼吸的。来相公。
我常常听得老相公提起，话兄中谁有身家？但是替身宋丽人细购他的谁人，而且我与一个上礼，要命他对一个下礼。那高子还要比那个斤两，在这里谁人哈？来了带我看看，经过家的吃上礼啊！哎，你老高子要到你谁人边上的这个呀？我家不能当你事了，今天叫我这个坑。来，看你眼睛闪闪，当然过当。天太夫人上礼，那他想我们上门走上礼呢，别个这对童儿看看嘛。虽然那个小伙子没汉，但别个那个人聪明，交关调皮。哎，那大把想要磨皮了，看见是我套是这当高。万一我再想起一桩事体了，可日子当我还吹响在花园里向安梅花，你再打王天拉下，我门那么介绍这驴对真是我说法，你明明藐视我太太，心里想有点气。对啊，你是聪明人，上礼里向不得引流不来听听，你别藐视我太太，看不起我。人人都给他相府里向嘛，才是想要当个，你他不晓得那个，干嘛不记得？今朝你也得给他王天郎下来看中思想当中一个，谁也来让我手掌之中，让来听听。哇哎，呸！我这上礼是四区同道，内区集中，外区。用香，一听来他出个上里有点动起来，四口同道，这里教用个四个口要编个头讲个头子啊，内口集中，外口补，因这个他的口也是内口里向的内肉了，想要这个外口就到。你动起来，人如嘛，你都是怕想要个磨皮，我他们的面子得了没啥的哩，就并在了我手掌之中，首先我不肯，干么总归让我手掌之中，不肯起来嘛，你不高兴，思想不也给不可以，我来了对正东儿口，哎呀，你那都怕我个磨皮。你老高出我个磨皮病要紧呀！哎，面子上想嘛，我啊是上夫个嘎子，我的我这里也有点破个呀。哎，你们欢喜到干么子个？再下个帽子高的到腿里这样一抓个，你打你打上去你就呕心个了。要不然打你说，哎，今打你口口也是来怕磨皮啊，把你打一顶高帽子打上去啊。思想就可以好改，当然个中人叫聪明，来带我看看哈，那么我来对好了，相人对谁？对上来，偶人个谁？相人就让大人在。五个人给一个赛事了，你是小人，手看那个大人啊，也做给了上的，请你他们一切不慌的，都原谅我，你就叫容人呀，他顶高帽子来这个高，小孙老他不得让头上去哟，老他不真恶心了，哎，这点帽子太拉里头浪去，真还是有。哎呀呀，来相公啊！这狗东儿的小礼们，对得起人好啊！这东儿可好，聪明啊！哎，这帽子打得不错，你真来啊！那么这个里地就像各人各色的，各人各地，今这就像我背要地，那我个脾气玩，上气气。
国家不是。瑜伽是3项实际地区项里哪地方的呢？我来了背着趁我去东思想，举了我来了门里，刚才我啊那个思想背一堆，这个是2、3的给吧啊，落了一个。那么我来了嘛，呼吸我了啊，漏子，来手一个手上给抓起来，一人入毛，拿包过来嘛喏，这个要第2个给你包过来嘛，第3个啊，好。那么当你们告知刚也离那个抽象背语的啊，那啥这里问着我说：“请问乡里这位弟弟叫什么名字？”那么姥姥说：“李府里面定向，他叫抽象，谁是为抽象弟弟大？要说一个大来的叫地抽象，这个第一个。为人讲13项个的地抽象啊，介绍是他想个办法。改嘛可以改个，不能看见面孔的介绍。那么哪改法呢？给你一把说唱，那么介绍规则趁我推动思想的说唱背对去，每人拿一张记录，那场景里说出来嘛，84张记录，那么改的，所以你改吧，啊，你早来说你个记录嘛，说你当你成夫妻。那么当保护想讲如手里把趁我去动第3章节里出现个你第1单的趁去活动，那么龙江的话介绍当保护上里高一声哦，我神识的呀，我认得个呀，哪个一来嘛个吹响了不怪之不里个章节里这个为了动了动，那么当然是拿吹响东个早这里扎打着了，出来嘛城乡我乡东乡着了吹响的这里，这个地吹响。那么我问你呢，不是这个，我来了也问他，夫人，来相公，请见夫人，可以思想之中，命他记就一个了。这个嘛，老他想实际是一个问题。今朝你到房厅拿下来，思想当中不能一个，你面子大得不得了。思想我讨欢喜的，用不着改一个嘛。我思想个个才是好的，改是不说的不能改的。来相公，夫人，像我思想个个都是好的，不用记仇。哦，不用记仇。起身与一个上礼，上礼之中与一个丫头的名字。倘若他合意在，命他下礼对人；倘若不合意在嘛，唯可以商议。来听也不少，思想最好的，弟我个斤两个3的，吹个上礼当中嘛，上一个我的个名字，假使的中一个，我里对不中一个，我里对位，但也不少，对东儿看看你哪。遇到不想不来吧？可是刚是讲这个的话，要让给么定好呀？啊，出一个上礼当中长一个我的个名字啊，不记得那个取向不过来，总是别个我的呀，别个我的我非要呀。那么我到我里单位里非要么这不来，他不忙门，非要么拉倒。你说起来他你可以商量，你忙门不商量，等于是讲那么讲的。好，一日的上面上不得，让我听听，不知不落里我的不我。天配夫人上礼。那他是不是的？你想我们落个我的不理了，凭良心讲嘛，我思想个个在欢喜不说的了。对春香毛毛嘛，哎呦不来这个太人欢喜。对我想看看嘛，在也蛮好。对春香毛毛嘛，春香是高年不说的，春香旗开手手。对东乡看看嘛，在也不少。3项当中看来看去嘛，只有一个
啥人呢？我想，那个我想内口并不，我想加上进来啊，壮子弟子，不一定死气戳破子弟子，那么就是我想着哇，哇哎，嘿嘿，细细的听了，是急退红梨，受那凉风。天下此永香。一听那个让梨啊，叫是推红梨啊，我何时里想推红梨何时？受那凉风小我吃，天热了，受了我何时个旁边上午和下课个热，遇上个和尚，我来一听对正东门口口，哈哈，你来搞笑，好个。我想，哎呀，他当时啥年啥都名我想，那我也吹响，那么我为的比啊，我的单位比啊不就不老得，那么他呢，哈，我的单位呢，这个我的嘛也不是嘛为的比啊，也不是嘛也，我这对你这个对了，你出个让利哦，我单位呢吹可以对的了。他的脾气我晓得个，你们细心。那我就海外同志的我谁人好，我真这个我里啊，预心来个当中弄错他一个字，那个老他终于当个别整那个字了，是叫你谁人好，我里不灵啊，你当中一个字不好啊，那么都是啥个字，你要别整那个字嘛，我是可以到吹响插他的了，一个地方。嘿，夫人，两人对视，我对出来个，你家女性一个是对错的，定开对归，最要明月，领去下，嗨哇！定开对归，这样明月令吹响。那他一听嘛，这个屋里不错，这个细细的在一笔之谜嘛，哎呀，他在下内中不足，内当中有一个师傅喊的，那么来他把你设想的非要想着，你不是想着吗？哇哎，太太。你这个下里，哈谁哈内中与狗是不寒。来人，来是的，哈，去向问人工的，你来跑，哼，我当你做狗用的，那我做狗这个球走好了，假的那个头走进来，我拉一水水了，你谁得你叫啊叫不出，走走。哪一个是不好？你这狗下里定开对归，这也明月令吹响。是。哎呀呀，这个令是不好，也给一个是，给哪一个是？也给定开对归，这也明月。上去向日寒了，哎呀，东京太夫人上宫去向弟弟。好，我是下里中的上去向。太敌人讲下里啊，敌人讲上去向啊。哪种话是了？下里中的上去向。对我来了，快帮忙家来了的呀！哎，夫人，老夫听得你讲上去向啊。你要是个嘞，这才是帮你个忙啊！哎呦，下里中的上。我敌人听得下里不下里呀？哎呀呀！哎，太太一出是太岁啊！今日上去向啊，与你斗罗化作。到底讲一太夫人，那我吃过了，瑞幸。那么要再没为少。刚才听到的是长篇弹词3。